Hello，今日有一隻超精品嘅金吉拿破崙弟弟到店啦！呢隻咧無論係品相同埋性格方面咧，其實都係超級頂嘅，人一摸咧即時就煲水啦！嗱，睇下佢個品相點樣先，睇下佢哋眼睛咧超大超精靈嘅，另外咧佢耳仔係呢種好細嘅元寶耳，同埋咧耳仔啲毛毛好長嘅，呢啲係仙女毛毛嚟噶，同埋咧佢係粉鼻頭嘅，佢甜美度好高，同埋咧佢係正開臉嘅，因為佢開臉嘅面具咧比較大，所以佢加白嘅部分比較多，顯得更加甜美。仲有咧睇下佢啲毛色喎，因為佢個基因已經好穩定噶啦，所以顯得比較金黃啲，黑色部分比較少。另外啲毛毛超密嘅，呢啲係棉質毛嚟嘅，佢完全都冇晒咁大鰭。同埋咧佢身材係呢種好短粗嘅，個身形咧好緊湊，好似煤氣罐咁。嗱，佢條尾都好靚噶。仲有啊，佢仲係貼地矮嘅，由側面睇你基本上咧睇唔到佢隻腳嘅，因為佢啲毛毛咧太密太長啦。嗱，佢玩玩下咧，佢有過嚟貼人哋手啦，要同人哋手玩。嗱，啱先咧玩嘅時候幾興奮，依家人抱喺手上，哇，好溫順啦！睇下佢條尾都垂低嘅。呢種性格咧有呢種品相嘅貓貓，全深圳都好難揾噶。如果你中意佢嘅話，就快啲過嚟同佢互動下。